并综合报道。来看美国在台协会 AIT 的主席罗森伯格，甲美国国务院亚太局的驻深顾问罗俊平，昨是来台湾访问，今仔嘛甲总统蔡英文见面。总统是感谢美国对台湾坚定的支持，嘛希望讲美国甲台湾伙伴的关系会使继续深化。今年是台湾关系法立法45周年，台美伙伴关系在美国跨党派的支持下，不仅历久弥新，也持续壮大。未来面对快速变动的国际情势，台湾会更会跟美国以及其他民主国家携手合作，来确保区域的和平稳定，促进全球的繁荣发展。The United States and Taiwan also share a deep and abiding interest in maintaining peace and stability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The U.S. commitment to Taiwan is rock solid, principled, and bipartisan, and we also welcome your continued commitment to maintaining the status quo. 这届是今年总统选举了后，罗森伯格3个月来个第2届来到台湾访问哦。5日抗新政府特别上任，佮加上两岸的关系真紧张。罗森伯格这次来台湾，外界是认为讲，伊是来了解台湾政治的局势。副总统赖清德今仔下晡2点半嘛，伫总统府甲罗森伯格来见面。